慳2000蚊，香港人配雷朋漸進鏡。呢個係香港李先生啱啱配嘅一副雷朋3447金色。呢副雷朋眼鏡嘅官方價格係1570蚊，鏡片用嘅係 Zeiss 蔡司來光 2.0 防藍光，官方價4180蚊，喺香港一般係打8折，總價係1570蚊加4180蚊，乘80% 等於4600蚊。我哋呢度嘅雷朋眼鏡好抵買，打折之後嘅總共價錢只要2400蚊，比香港慳2200，而且呢度嘅 Ray-Ban 雷朋同 Zeiss 蔡司都係可以檢查防偽特徵嘅，唔使擔心冒牌貨。我哋呢邊嘅商業法例假一罰三，驗光設備用嘅係高驗光設備，用嘅係高黑科技 Zeiss 蔡司 IT2 三維定位設備，精準度好高，配鏡舒適度有保障。至於售後方面，唔使擔心出咗問題冇人幫手解決。如果有咩佩戴唔舒服，1個月內你可以去到我哋嘅鋪頭，免費重新換一副新眼鏡，唔會有咩推搪唔算數。